来看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主持人涉嫌开钱买一个未成年人的色情相片哦。BBC 已经有甲警方联络，这主持人马上停职接受调查。到伫 BBC 主持人过去3年用3.5万英镑，相当新台币141万，互这少年人提供色情相片影片了后，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已经甲警方联络来调查这事实。英国文化大臣弗雷塞对这代志表示真烦恼，佢甲 BBC 总裁戴维紧急讲话，对记者追问无回应。这代志是初七由太阳报也出来表示，这主持人伫这少年人17岁开始就付钱要求色情相片，啊不过无讲出这主持人的名字。Where inevitably the name will come out because given the evidence that we understand that is now available, then it seems extremely likely that the police will arrest and interview this person. 太阳报找到详细报道，这代志公开了后，这主持人敲2通所谓紧急电话，互这少年人，佮问到底做啥物，佮要求敲电话互少年人的妈妈，希望停止调查。Does call into question the ethics, the investigations, how long these things take, and the BBC, but also other broadcasters do need to get a grip. BBC 伫查到进前发布一份声明，表示5月有一项投诉，随其伫7月7日有新的指控，按算未来几天会公开这代志进度。太阳报表示，少年人家属对 BBC 上新的声明感觉不安，表示 BBC 无来纠正。BBC 文化编辑拉索指出，无清楚相关指控真实性。BBC 的声明表示，最初调查无得假是因为缺少家属回应，说受阻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